埔约高雄凤山这边有一栋旧公寓，昨半暝烧起来，也住伫咧内底的爸仔囝，爸爸是行动无方便，倒伫咧房间，也囝伫浴巾仔走袂赴，甲这两人救出来时阵，拢已经无开始。这间公寓加起出来铁厝，高烟甲火一直冲出来。高雄凤山国泰路段巷仔内底，一栋5楼起的公寓2楼，初十暗时火烧厝，厝边隔壁有要惊死，消防接报了后赶紧来拍火。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已经从房子从后面那边已经有火舌整个窜出，那我们马上就布线破门进去做抢救那在现场搜索到2名民众。导火2楼是一对4的爸仔囝住伫内底，老爸真侪岁，而且行动无方便。消防来到现场，发现80多岁老爸倒伫咧房间，50多岁后生是伫咧浴巾仔，救出来时已经无生命迹象。送医了后伤过不治。2、3个月前听到咧滑倒我拖色有送便当啊。涂骹冷气小可乌乌拢歹去啊！我后壁巷仔的铁厝内底嘛小可乌密码。70早起火已经拍熄，不过也是闻到臭大味。窗仔一寡物件拢落规涂骹。根据了解，厝内囤真侪卫生纸才会杂物。过去里长不想要找人来斗清，并且提供助警器，不过拢互拒绝。因爸爸个中天啦，窗领病拢行行，互警察来送转来。因内底盖太高啊，拢卫生纸，规个拢卫生纸。里长的太太啊，请那个卫生局的来，要把它清扫里面。要他儿子签字，他儿子都不签字啊！暗时发生的火烧厝，互附近的住户拢惊惊。消防局初步研判，导火所在应该是伫咧小区的放物件的房间附近，不过详细导火原因也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